台湾连续2宗交通事故，死亡人数拢超过3000人。交通部是讲，这一档要减5%的死亡人数，也毋过去年是无达到标准的。所以，小机会是邀请政府单位也有学者做伙来讨论交通安全的对策。也那交通部是表示讲，未来会请各县市定一个目标，若准无改善，就会继续来辅导。去年台湾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是3023个人，虽然比111年减41个人，不过这个数字的背后，代表的是济破碎家庭。虽然道路安全基本法已经在今年通过，不过要达到2000年交通零死亡的愿景，台湾还有真长的一段路要行。到今年的3月呢，死亡的人数呢772人，那减少了39人，也是一样，也是没有达标哦，是降了大概4.8%，还差那么一点点。根据交通部的统计，造成道路交通事故上大的10个原因，上侪是赛车的人戆神、紧张、无专心咧赛车，过来是食酒赛车、弄红灯、转弯的时阵无让直行的车、无保持行车安全的距离，也个无按规定减速等等。为了改善道路的安全，交通部提升道安汇报到行政院的层级，未来嘛请县市定目标达，这凭各地方政府管控的机制。如果说已经连续2到3个月都还是呈这样趋势的话，我们就会要求他们要提出改善的策略。如果再不行，我们就会启动现在一个叫道安的行动小组去进行辅导。不过除了驾驶本身的问题，台湾交通车路的设计嘛，也要好好同步检讨和改善。中正路右转中华路，好，把这个行船线整个退缩到后面去。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公车司机是真的是做得非常好。虽然去年无达到标准，不过交通部赶快发出希望，今年会当1年降5%死亡人数这个目标。除了依次接受相关法令的规范，按照道路交通标志、标线、号志设置的规则，会在7月中进行修正发布。整体车路规划指引，嘛会在今年年底进行完成草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